咱台湾防疫的策略产生功效，伫世界排名第16名。这个全球一流的医学期刊《俄罗台湾》，逐天开记者会沟通，启动喙暗实名制，做好边境管理，使用大数据甲新科技，加上自动体检，这拢值得世界各国向台湾来学习。 跑步爱走第一，毋过为比赛，输人颠倒好。像武汉气验病例数全球排名，台湾愈走愈后面。3月4号，那台湾有42例，排名是第16，就是越来越往下。到3月初是进前病例数维持伫42例，全球排名第16名。美国医学会期刊《JAMA》更加称赞，面对疫情，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开记者会，安踏民心，启动喙暗实名制，做好边境管理，防疫使用大数据、新科技，加上主动体检，防疫成果值得全球参考。 我们因为登机检疫的关系，所以案例1，就在机上，跟相关的服务人员就来报。伫去年12月31日，中国疫情也无明朗的时阵，台湾就开始做定期检疫。1月2日，就拿查到台湾第1例个案无进入社区，刷来嘛有2个案例，嘛拢伫检疫的时阵查落来。关键的时刻，关键决策，互台湾的防疫行伫世界上正面。